大家阿弥陀佛，师父继续来为各位介绍下一段内容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这句话呀，我经常要求我自己，说我有私心，天不负我了。我如果没有私心呢，我有求必应啊，有求必应。那么这句话也就叫我们不要有私心了。我这一段的内容呢，我简单念给大家听。依自己的需要行事，助缘有限。如果为大众的需要做事，成果是无限的。这句话的内容就告诉大家，如果说顺着自己的需要了，我们为了自己打点，对自己着想，这样去做事情呢，那个来帮助的因缘就是有限度的，它有限度的，是非常少的意思啊，它是一个有限度的。那么我们做起事情来就不大很顺利啊，不会满心满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为自己做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量不大，福也就不大了。如果我们今天能为大众的需要做事情，成果是无限的，因为不是为我们个人，是为了大家的需要啊。那么我们全力去付出，全力去关心，那么大家也会全力的来帮忙协助，所以这个成果呢是无量无边的大。所以人呢，只要没有私心，天一定助你的啊！只要没有私心啊，那么我们走的路是很宽敞的，路是很宽敞的。这一点呢，在修行上我们必须要注意，为大众，不要考虑自己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量大福大啊，诸佛菩萨就欢喜。开心高兴啊！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